看见俺家长发没？没。先前你们不是一起去当兵的吗？这回没跟着一块儿回来？这俺还真不知道。俺跟长发呀早就分开了，俺现在是在旅部。旅部？这么说你当官了？当啥官啊？俺就是个打杂的。那这回你回到县上，帮婶子打听打听长发的消息。成，婶子，那俺先走了。嗯，去吧。那个人一准是县上的中央军，正好咱们要拽舌头，这送上门的，而且是在旅部，肯定知道不少的情报。班长，我们是不是先跟陆队长接上头再说？接上头再上哪儿找他去？先把他拿下，再去找队长，可不能放走了这条大鱼。林部还等着咱们的情报呢。行，听你的，走。你们做啥？我走。哎，放开！走，放开！走，老实点，别嚷了，放开！放开！这做啥？时候不早了，是不是该去接新娘了？成，俺现在就叫大宝接去。娘，大宝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啥？大宝不见了？赶紧找去！俺叫那帮小子去找去了。啥？大宝不见了？还能大宝是不乐意偷着跑了？俺家大宝才不是那种人呢。我再不乐意，也不能撂下乡亲不来。大宝娘，俺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呀，说，不是，屋里说。哎呀，这儿说。屋里说啥事儿啊？屋里说。你看你这人，枣儿，你非得今天晚上走啊？就不能在这儿跟大宝待上一宿？那咋成啊？俺说了，俺这次回来是执行任务的。那执行任务就不能晚一天呐？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。娘，眼下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，俺真是不能耽搁。枣儿，娘是想让你呀，真正的做回女人。娘，枣儿，枣儿，他婶子，按规矩你今儿不该来呀，你咋跑来了？枣儿，你实话告诉俺，你把大宝给咋了？大宝，婶子，你这没头没脑的说的啥呀？俺说啥？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还不知道？俺做啥了？俺到这会儿都没出过门啊！是啊，他婶子，是不是枣儿又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说是不是大宝不愿意给你当奸细，你就找人把他给绑了？啥？大宝给绑了？让啥人绑了？问你，你怎么问俺来了？婶子，俺真的是啥都不知道。他婶子，你先别急，你告诉俺这到底是咋回事儿？小亲娘告诉俺，有2个人把大宝给绑走了，就往村东头去了。那俩人长得啥样？俺哪知道？俺还没来得及问呢。俺去看看。俺跟你一块儿去。枣儿，枣儿，等等，走这边。宗瑞娘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哎呀，不能！三姑老，麻烦您告诉乡亲们，再等等。哎呀，俺看着大宝，宗瑞娘，要是真的出了啥事儿，你可早说，全村的乡亲可是都来了，别再到时候弄得收不了场。是这意思。
他们会走这条道吗？只要真是我们的人干的，他们只能走这儿。这是去宋庄最近的一条道。那要不是你们的人干的呢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听着，我们不会把你咋样，只要你把你们部队上的情况告诉我，我们马上放了你。你们是不是跟枣一伙的？枣？就是陆队长。是又咋样？那俺就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讲。你还别跟我死硬！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死俺！大宝，枣儿，大伙儿都别慌。是啊，一准不能有事儿，不能有事儿。来呀，你开枪打死俺！别以为我不敢，那就开枪打死俺呢！打死俺！来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来，打死俺！哎呀，快把枪放下！快把枪放下！田班长，放下枪！陆队长，这啥马路啊？咋跟东北一样？这还绑起人来了？陆队长，你们俩咋回事啊？你怎么没打声招呼就亲自己行动了？我们在路上碰上他的，怕他跑了就提前行动了。陆队长，我们就是想把他带回连部问问情况，也没想把他咋样。你们哪去？大宝，你没事吧？走，大宝，跟娘回家。俺不回去。哎，大宝，快跟你娘回去吧，早点回去，乡亲们都在那等着呢。啊，还等啥？还有啥好等的？大宝娘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枣真的是啥都不知道。你看他们刚才不都说了吗？大宝，咱先回去，有啥事咱回去再说，行不？俺没啥好说的。你回来，大宝，大宝。那你要这样，让枣咋办？让你娘咋办？乡亲们都在那儿看着呢。俺要是不走，俺就走不了了。那样，队伍一准会找了来，俺全家都得跟着遭殃。那个林副官，他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可是你要回去把陆队长的事说出来咋办？到时候遭殃的可不止陆队长一家，整个村子都得跟着遭殃。俺不会往出说，俺就不是那种人。鬼才信呢！你爱信不信？哎，大宝，你放开！放开！你放开！大宝，放开！大宝，哎呀，没事吧？啊？咋了？咋了？大宝，走！走！队长！枣儿，你这是咋了？枣儿，队长！队长！我毙了你！放下，放下！哎，快跑！快跑！放开！大宝！大宝！你不能走，你给俺回来！你不能就这么把枣给扔下！